世界万项代，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蔡英文总统22号出席经国七海文化园区开幕，讲到蒋经国反共保台，符合台湾共识，引起侪争议哦。咱知影，台湾捌经过世界第一长的戒严时期，迄个期间，人民基本权利去互动员砍完时期临时条款禁掉，嘛，搁迄个期间，甲中国国民党无分党国的专制时期顶打，总是蒋经国伫执政尾期，的确是有解除报禁、党禁，甲解除戒严了后，台湾的自由甲民主来生炭。但咱要求转型正义，就要安怎看蒋经国这个党国体制的头人？今仔日咱做伙来探讨。小介今仔日现场来宾邀请政治大学台史所李福增教授，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台湾基进桃园党部蓝树部执行长。各位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 POSPO 蓝树部。邀请时代力量国会党团罗嘉伦主任。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先来看七海文化园区的报道，做阵来看。2、1，请揭牌。总统蔡英文、前总统马英九，也有身兼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哲，电过政党主角罕见的登台，见证经过七海文化园区甲蒋经国总统图书馆开幕。每一位总统的历史定位都应该由人民来决定。面对当前北京对台湾一波又一波的军事及政治施压，蒋经国前总统坚定保台的立场，毫无疑问也是当前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但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必须共同合作，团结保卫台湾。经国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他出身威权体制，却能够以大智慧、大勇气亲手终结威权体制。针对最近促转会呼吁园区爱改名，加入转型思维，两个人拢无直接回应。致辞的时阵，马英九讲蒋经国生前终结威权体制的代志，总统蔡英文是强调台湾爱团结，话题持续引起讨论。美国这一些先进的国家树立了为前任总统成立纪念图书馆或者是陈列厅的良好传统。哪一位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时候，各种民调都显示，经国先生一直都排在第一。如何让这个经国先生居住19年的七海寓所为中心，你知道吗？来做整个的园区的规划，会开放参观的哈，那也让市民来了解说经国先生简朴的生活。那今天这个图书馆哦，总统图书馆哦，当然里面有很多的文物保存了哈。伫台北市北安路的经国七海文化园区，是前总统蒋经国生前住的所在。伫2006年的时阵，将为台北市的市定古迹。经过7年的时间兴建，即马园区伫要对外开放。除了当时大的场景以外，园区内也有国内第一座总统博物馆，完整收藏相关历史档案，也希望会当为国际汉学研究提供更加侪学术的文献。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今仔日来讲蔡英文总统参加经国七海文化园区致辞的时阵引起的争议。咱看到这个园区，古早是叫做七海寓所，这是蒋经国过身进前所住的所在。伫2009年，台北市政府规划做一个园区，用 BOT 的方式设立蒋经国图书馆，伫这个月22号来开幕。这个营运是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甲基督教中华信望爱基金会来经营，要保留这个所在。台北市长郭文哲讲，若无用历史的角度来甲伊保存起来，未来一定会后悔。哎呦，这历史在学蒋经国讲话哦，即马若无做，未来会后悔吼。不过，促转会讲，你保留还保留，这是一个威权的象征，就爱改名才对啦。不过，
中国国民党的前总统马英九讲，蒋经国总统是出身伫威权，不过伊家己亲身来终结威权，这是伊伟大的所在。即马咱蔡英文总统讲，蒋经国反共甲保台符合台湾即马人民的最大的共识，伊的历史的定位应该由人民来决定。这敢是一个好解？也是讲有另外的考虑，咱看一无共款的讲法，来看这个讲法的章头是啥？咱来请教李教授。是，事实上吼，这个事件哦，牵涉到两个战处的问题啦吼。是。第一个战处是蔡英文总统，伊去参加这个活动去剪彩，先煞佮发表伊的看法，这个。蔡英文的这个作为吼，是对啊毋对，适当也无适当，哦，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战处的问题是蒋经国伊的历史的地位，吼，伊一世人所作所为，对台湾是贡献较济，也是迫害较济。这事实上是应该交下这个全民来检讨啦，哦，交下这个咱咧讲咱这个学术界吼。来研究，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是无够的。比如讲，咱看到马英九前总统讲，蒋经国伊出身伫威权的时代，毋过伊这个大智慧、大勇气，结束这个威权，这句话都毋对啊啦。台湾结束威权的绝对是李登辉啦，绝对毋是蒋经国啦。蒋经国事实上。蒋经国对这个结束威权，事实上敢若做一件贡献啊，就是戒毒戒严。因为威权牵涉到足侪单处的物件，足侪方面的物件。是。包括这个国会爱改选啊，包括这个宪法爱修改啊，包括这个刑法哈，刑法100条是爱修改啊。还有一个叫惩治叛乱条例，这种恶法应该要废除啊！这拢爱当到李登辉时代啊！这事实上蒋经国拢无做啦，所以因为历史界即马对这个问题也无足好的研究，无足好的成果吼，甲咱全民报告，所以马前总统才会讲出这个事实上无合这个历史事实的结论，所以我想。这届这个事件，当然一方面，蔡英文总统应该是安怎去面对伊所讲的话，伊的态度，这是一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后咱全民全部台湾人，咱应该安怎去面对蒋经国的历史地位？我想这是两个战处的问题啦。是。两个战处，头一个蔡英文应该去，还是无应该去？第二项，蒋经国的历史定位，就爱学术来研究。不过，咱请教南执行长，反共保台，敢是咱的共识？我想老师大家讲的足好的就以台湾人的立场这个蒋经国总统，咱袂使讲伊是出身是威权。正确来讲，其实伊本身就介入咧威权。是。甚至讲伊倒来到台湾了。军统派甲咱的中统派的这个特务的整合，嘛是伊来做的。后来这个国民党咧学校内底组织救国团，嘛是蒋经国的时代，伊的手来完成。是。所以咱讲蒋经国伊是终结威权，甲这个威权来解决掉。其实这个讲法应该是淡薄仔，应该讲甚至是做唔对的。蒋经国对咱来讲，其实伊本身来看，伊对台湾的贡献，还是讲伊咧台湾的作为，其实主要的目的也是先保护蒋经国、蒋介石、蒋经国咧台湾的这个统治的地位。所以讲是先保蒋再保台。是。甚至讲，咱来看一个问题是讲，反共甲台湾的民主其实无啥物关联。就讲蒋经国咧台湾做这个反共的这个作为，甚至是对咱台湾的民主是有影响的。负面的影响，甚至去迫害的部分，所以咱来看到讲，即个总统去即个蒋经国的图书馆这个开幕，伊讲强调的是伊反共，反共这个部分其实为了看的这个部分，就讲因为蒋经国咧对台湾的民主化的伊作为，
还是讲伊主要是有他的不离三种，所以要做这个民主化的过程。甚至讲是小可较慢啊，台湾本来就应该民主嘛，甚至是因为蒋经国、蒋介石来到台湾，咧台湾实施戒严统治，所以台湾变成无民主的一个社会。所以咱来看就讲，咱若甲蒋经国当作是台湾民主化一个贡献，咱面对一个问题就讲，咱安怎甲蒋经国甲李登辉做比较？那蒋经国对台湾的民主有贡献，安尼像蒋经国迫害的这党外人士，因咧台湾的民主的贡献，咱要安怎来做比较，来做这个诠释。所以我认为讲，即届出席这个活动，当然我是希望总统其实会使免去这个活动。不过，咱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讲反共作为台湾即马全体的一个共识，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面对中国即马，飞行机一天来30几只，咧台湾才赢飞，这是咱台湾现处时面对一个最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台湾社会团结来面对。所以总统可能讲这话有一个意思，不过我个人作为一个这个伫台湾人的立场出发，我认为讲，其实这种活动会使避免。就是讲，反共是反共，无需要用蒋经国来做通考，敢是安尼讲？可能对一寡人来讲，蒋经国咧反共这个立场是足明确的。不过，咱强调蒋经国咧反共这个立场的时阵，无代表讲咱肯定伊咧台湾民主的贡献。甚至讲伊咧台湾的民主贡献是，无足济啦，甚至讲就像老师讲的嘛，较简单就是讲，伊可能就是即个报警甲戒严嘛尔嘛。所以免去甲讲到讲啊，哪像是无伊就无台湾的民主。其实这就讲甲伤超过。是，老主任，安尼讲好啊。你要讲蒋经国反共这件代志咱嘛是爱想讲伊的目的是啥物？伊的目的是为着互台湾民主化吗？守护台湾的民主，还是守护因蒋家的政权？是。这问题是要先来迄个讲好清楚的。是。所以伫时代力量的立场，阮会感觉讲，咱蔡英文总统其实伊无适合来出席这个活动，尤其是这个一个纪念的单位，都互咱的促转会讲。伊是一个威权的象征咱已经舞中正纪念堂要舞互转型处理遐尼久，政府机关伊就停伫遐无要叮当，就大家已经咧舞袂煞，你都真都去参加这，这实在是足无适当的啦。而且伊伫迄顶悬讲的话，其实嘛是我嘛感觉无讲。该讲的话你也要讲，就真正爱从伊的，咱不管咱要讲伊讲过乡地也是安怎，你该讲的就拢应该讲，你袂应该讲好听的话。为什么会安尼讲呢？咱会看到讲，咱蔡英文总统伫2009年的时阵，伊时阵咧做民进党的党主席的时阵，有讲伊批评马英九，讲你将蒋经国神化，神化伊，伊个片面的神话迄个蒋经国迄个时代是偌好的一个时代，伊感觉你做一个总统无应该安尼讲，而且伊嘛讲，每一个总统的历史的定位应该是留互人民来去判断来去决定的。是。你要互人民来决定来判断，你互人民的资讯是毋是有充分？为什么安尼讲呢？你咧这个纪念馆内底放的一定是拢歌功颂德啦，蒋经国做偌好十大建设啥物物件，图书馆无可能放讲伊歹安尼。对，伊无可能放伊因阵做迄个情报头子伫不管是咱的江南案啦、美丽岛事件啦，林义雄、林宅血案这个部分伊的角色是啥物？这物件我感觉，伊若是有放伫遐，我感觉是上好的。毋过你总统去这个开幕的活动的时阵，这话是毋是嘛爱讲出来？是。所以毋过咱就咱这迄个新闻的记录，你完全看袂到嘛。所以
我是感觉讲吼，这个部分你也要予人民一个充分的你要予人民充分的资讯，来去了解讲嘿，来去判断嘛。系啊。观众朋友，在场来宾吼，至少有2个人认为讲蔡英文总统无应该去啦。咱即摆来看蒋经国总统，伊是一个啥物款的人？伊是伫1978年到1988年来做中华民国的总统，这是戒严时期最上落尾的10档吼。伊捌做过国民大会代表，做过行政院长，另外伊做过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主任。大家唔通掠做即个工课，敢若细粒仔，这是把握特务甲情报系统的石头。因为安尼，伊将咱的中华民国成做一个特务的国家。伊做行政院长了后，1972年有10项的建设，1979年美国甲中华民国断交，1984年。咱讲伊推塞民主化，这小等来探讨吼。伊确立反共甲革新保台的路线。1986年，咱知影民进党成立；1987年解除戒严。吼，不过伫伊担任总统的期间，发生济迫害人权的事件。1979年伫高雄抗议的人士，拢互抓起来军法审判，这叫做美丽岛事件。1980年。美丽岛大审的期间，林义雄律师伊的母亲甲双生查某囝被杀害，这是这个林义雄因兜的血案。1981年，陈文成教授被杀害。1984年，中国国民党甚至是派乌道去甲美国去杀害这个江南，这江南是美国公民哦。中国国民党因为安尼来受到美国足大的压力，到1985年，咱看到有这个失信案的这个经济犯罪。李教授，敢会当替咱来小解一下蒋经国这个总统？咱最近这2个月吼，做流行两个字啦，叫林设啦，哦，林部的设计。哦，因为迄个王力宏的代志嘛，所以咱最近拢流行这个林设嘛，吼，台语念起来是林设啦，吼，林部的设定嘛，还是林部的这个设计嘛？林部设定。蒋经国的林部设定其实是，亲像我手内底这个房啊啦，吼，伊的这个。伊的形，伊的要怎讲？伊的人格啊，人物的这个设计吼，就是讲伊拢穿一个简单穿一个夹克，就去也是穿一个衬衫，就去民间，甲百姓握手，甲百姓保暖。基本上为民国61年，就是1972年了后，伊做行政院长。台湾的媒体，咱嘛拢知影讲戒严时代媒体拢是国民党的嘛，对，拢是党的媒体嘛，无就是政府的媒体。所以蒋经国为1972年了后，伊就开始用这种的外表，这种的表演，亲民嘛。所以足侪台湾人到今仔吼，尤其是老一辈的台湾人。到今仔抑个会记你讲伊都蒋经国，我对于百姓偌亲切啊，我关心百姓的生活啦，拢事实上这是一种宣传啦。是，用咱今仔的话就是林设嘛，就是林部的设计、林部的设定嘛。是，蒋经国敢若一直拢这种外表，蒋经国一世人敢拢一直拢安尼？唔是呢，蒋经国事实上佫有另外一面呢。像我即摆手内底这个手板，这张相片是伊伫迄个救国团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活动顶悬的相片，伊穿一个中山装，足严肃的。这阵你看迄阵伊生的款，伊的款嘛，知影讲这是大概是40几岁、50岁迄阵的款。迄个时阵的蒋经国事实上是蒋介石伊实施这个威权统治，是迫害台湾人民的时阵的一个实质上执行的人。是，基本上是安尼啦。蒋介石要统治台湾，
伊一定爱掌握台湾的经治的系统，铁幕的系统。对。啊，蒋介石要统治台湾，伊阁爱掌握伊的军队。啊，军队，所以军队内底有这个政治作战的部门哦。咱做过兵的人拢知影，军队内底有普的。对。哦，普道长。政战的系统。啊，蒋介石为着要控制台湾的学生囡仔，就组织这个青年救国团。是。啊，蒋经国就是第一任的主任。啊，蒋经国透过这个救国团，事实上来控制高中、大学哦，这个教官、这个老师。是。所以咱讲一个较无输赢啦。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威权统治，蒋经国事实上是执行的人啦。做好啊。做什么？威权的好啊。威权对啊。所以为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对于蒋经国的历史地位吼，我是认为讲蒋经国是一个复杂的人。是。咱今仔若是要讲蒋介石的历史地位最简单咯。我算是半世人拢咧研究蒋介石。哦。蒋介石，你若讲叫我甲蒋介石互伊一个历史的定位、历史的结论，简单嘛，就是心胸手热，啊了自私。要非常个人的英雄主义者。哦。基本上，蒋介石少年的时，伊就想要做中国的拿破仑。是。哦。啊，伊认为讲孙中山的事业，因为孙中山60岁就死去嘛。啊，孙中山的事业必须，就爱由伊来继续继承嘛。啊，所以蒋介石伊事实上是非常个人的这个英雄主义啦。是。啊，所以。你若要讲蒋介石这人，所以啥我会讲伊自私哦，因为你要执行伊的英雄主义，伊敢有一种方式嘛，就是无毒不丈夫嘛。哦。啊，伊就想办法，蒋介石一世人就是想办法，甲伊的敌人，吼，伊的这个政敌，全部拢解决掉嘛，拢。教授，不过你讲这个伫学术上敢有争议？蒋介石的这个定位，当然吼，咱袂当好人讲台湾到即马阁有足侪蒋粉啦，吼，蒋介石的粉丝啦，阁介济啦。毋过学术界吼，过去这十几20年，学术界确实有一寡蒋介石的研究，新的研究出来，确实是安尼哩，包括我个人发表的论文，哦，事实上是安尼哩做结论的啦。是，因为蒋介石这个人，伊伫中国大陆的时阵。哦，因为伊的敌人足侪嘛，伊无法度甲因全部拢清掉嘛，包括党内国民党党内足侪人反对伊嘛。是啊，毋过来台湾了，伊的敌人拢无来啊，哦，伊的对手拢无来啊，所以蒋介石来台湾了，因为来台湾了拢是伊的人，是哦，所以蒋介石会当贯彻吼伊的这个英雄主义，贯彻伊个人的这个威权统治。是啊，毋过因囝哦，事实上因囝伫这个过程中哦。因囝伫蒋介石的这个威权统治台湾的过程中，蒋经国是实际上咧做工课的人啦。是，英文叫做 dirty work， 就是垃圾工课。是，垃圾工课就叫因囝来做嘛。我像我拄仔讲的，这个国民党要啦，甲伊的势力入去学校内底，是，要啦入去军队内底，要啦入去这个情报系统内底，这拢是蒋经国来执行的嘛。是，所以。我毋则讲，蒋经国事实上伊有两个面嘛，两种，就讲这个人有两款样啦。哦，那像布袋戏内底乌白郎君啊，乌白郎君有一面是白，一面是乌的啊。所以咱这是为什么吼？为什么咱今仔要甲互这个蒋经国一个历史的定位，一个地位吼？是有一寡困难啊。就是讲伊无像因老爸。哦，我拄仔讲啊，你若讲咱今仔讨论的是蒋经国因老爸，结论就简单啊啦。讲一台话啦，蒋介石吼，伊统治台湾，伊事实上对台湾有偌济经济贡献，对台湾有偌济政策是照顾台湾人民。讲实在话，讲无啥会出来。毋过你若讲到蒋经国吼，像拄仔我这个手板内底显示的，蒋经国足介意这种形象啊。这个我举一个例啦吼。事实上，这件代志为着这件代志，我今仔个特别炸这个康宁祥的回忆录。
哦，康宁祥回路来讲这个故事，就是有一届新加坡的总理叫李光耀，是来到台湾，迄阵蒋经国是行政院长，所以蒋经国就陪这个李光耀呢去民间，去台湾的民间，甲台湾的老百姓开讲嘛。哦，结果李光耀会当讲台语哦。你讲因为新加坡足侪人是厦门啊、金门才去的。哦，福州话。福州话，不是福州话，是这个厦门话。厦门话。厦门话。李光耀有法度讲厦门话哦。是。结果蒋经国袂晓讲啊，所以讲迄件代志，互蒋经国足侪这个足大的感想啦。是。所以蒋经国甲这件代志讲下，这个康宁祥听嘛，康宁祥伫东华叫做老康嘛，讲，所以尾啊老康就甲这件代志写入去回忆录嘛。蒋经国讲一个外国的领袖，有法度甲我的人民讲话，我说袂使。OK， 这件代志其实为这件代志，为这个故事，咱其实看到蒋经国的，咱讲的，伊两个面吼，伊两种面，是较白迄个面啊。蒋经国确实是，伊确实有一个咩讲，一个伊的意志吼，伊的愿望，确实是想要甲台湾人盘烂做伙。哦，教授。这件代志，因老爸就无度啊。是，咱即马先来讲教授讲的这个乌的所在。咱的促专会对蒋经国安怎讲呢？伊是一个党国体制的帮战的人。帮战。头一项，伊是这个加强中国国民党对军队的控制；第二项，用救国团组织透南伫校园内底。第三项是把握这个敌物的组织，和台湾变做一个敌物的国家。不过，伊无亲像蒋介石安尼亲身介入侪司法案件。不过，伫伊的这个共款的体制内底，1979年发生这个议定法案，1987年有蔡有全甲柯祖德案，1979年美丽岛事件。其实咱南迄讲乌的。嘛，介济呢？是教授是安怎？大家较会记伫迄个白的所在？就像我拄仔讲的嘛吼，伊对军队的这个控制，伊对学校、高中、大学的这个手甲侵入入去，伊对这个敌务就是经济系统的控制。是，事实上就是我拄仔讲的这个重点嘛。是蒋经国，你讲蒋经国对这个对。某一寡案件，敢有涉入？事实上，这件代志我是有争议的啦。我是无像促转会遐遮规气讲伊无直接，也是无足济去涉入。因是讲无啥物证据的款。事实上，我今仔有特别查这本册吼，这是博洋啦吼。是。这已经过身啦吼，这作家一个博洋。博洋的案，博洋伊伫绿岛关伊伫绿岛搁太原，搁尾仔搁来绿岛关超过9年外，要10年。这个博洋的案件上明显会当说明蒋经国伊是安那介入这个某一个案件。是因为你敢有讲全世界有这个发生这个代志，就讲博洋伊也无去反政府，伊也无去讲什么反蒋介石的话，伊不过就是翻译一个大力水手一个漫画。翻译漫画。报纸看伫报纸嘛。翻译漫画当然迄个漫画有淡薄仔笑亏啦，就是咱足侪老一辈人拢知拍歹嘛。囡仔人其实可能知啦，拍歹大力水手。是。大力水手迄个漫画的故事是讲，大力水手甲因囝去一个小岛。迄个小岛敢2个人，老爸甲囝。老爸讲要选总统，是。叫因囝投票。结果这个漫画一翻译出来，马上就有人去密报嘛，去警备总部密报说这个翻译的人吼，挑地要甲你创空，挑地要甲你讽刺啦，是。要甲你笑啦，要甲你口水啦，嘿。所以这个博洋过无2个月，伊就去抓起来。去抓起来了，尾仔判12年，因为尾仔是因为蒋介石死去减刑，才变9年，所以伊关9年，要到10年才放出来嘛。因为翻译漫画，这件博洋这个案件，可能是规个白色恐怖时代上
上好笑的案件啦。你绝对想袂到，讲你翻译一个放假有可能遐关要10年啦。是。结果毋过，博洋伊伫伊的回忆录吼，伊就讲这件代志绝对是蒋经国伫后壁要互死啦。哦。博洋伊的讲法就是讲，蒋经国伫后壁，伊秘伫后壁，这就是咱咧讲的蒋经国伊的黑暗面嘛。是。哦，博洋伊认为讲，就是蒋经国伫背后咧使人啦。是。毋过博洋无证据。是。结果2000年阿扁也做总统了。这个博洋就去检察部，检察院去侦情嘛，侦情讲爱调查一下嘛，我起来关10年，你嘛给我调查一下，看背后有啥你操纵嘛。是，所以尾仔这个检察院吼，都出一个报告嘛，2004年检察院出这个报告。报告结论安怎讲？蒋经国从头到尾拢涉入这个案件，这个国安局局长。过一段时间，都甲蒋经国报告这个案情，是，就是讲博洋伊有交无？哦，伊安怎讲？伊这个审讯过程中，博洋有讲到什么代志无？全部拢报告下蒋经国。档案显示讲蒋经国拢知。啊，因为这个档案是博洋看袂到的。哦，所以一定要检察院是出马嘛。是，所以检察院尾仔这个结论就是蒋经国从头到尾拢涉入这个案件。是。所以促转会拄啊，咱咧讲促转会讲啊，伊可能无大量吼，也无讲做直接的涉入即个个别案件，即件代志歹讲。事实上，我家己看的政府的档案，蒋经国事实上涉入足侪案件。是，这是我个人的研究的看法。是，咱看到蒋经国的这个定位吼，也有个侪争议。咱即马来讲白的所在，哦，伫这个咱的。退伍会对蒋经国的这个，伊讲因有6个贡献，头一个是反共，蒋经国坚持无接触、无谈判、无妥协，哦，这是伊的咱讲对中共的政策，而且伊放弃反共大陆，这是对美国的保证，吼，伊保证中华民国袂去主动去攻击中共，即马诚做咱。台湾甲中国的关系的基础。第2项是发展经济，伫石油危机的这个背景，推设10项建设，成做经济基础。第3项是以后用人啦，咱讲伊用到这个孙运璇、李登辉、前福者的人才，而且佫有本土化。本土化是啥呢？就是李登辉啊、谢东閔遮的人，甚至。蒋经国伫这个过身之前讲，伊家己嘛是台湾人。第5项，咱讲开明统治，对专制走向自由化、民主化，啊，开放这个党禁、报禁，而且戒毒戒严。啊，第6项是革新，这个宣布戒严，互台湾的自由化、民主化会当开始生炭。这上重要的是。即马这是退伍会所讲的，哦，啊，咱安怎看咱即马共一个政府、共一个执政党，伊内底2个机关所讲的话，敢若无对同呢？执行长，我的看法是安尼吼，就是讲台湾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无共的记忆存在。的一个社会，所以无共的机关伊有无共的立场，伊当然伊可能有无共的看法甲讲法。不过，咱当然咱有咱家己的立场嘛，所以咱一开始就讲，我无赞成总统去参加这个活动。不过，咱嘛要注意讲，总统咧迄个过程中间伊讲的话，其实嘛真趣味、真新鲜。就是讲，其实伊甲蒋经国的一世人。遮侪代志，伊其实拢简单讲一项代志，就是讲伊反共安尼。是，吼，就是讲咱拄咧讲的，不管是黑的白的，吼，对威权制度的吼，这个控制，还是讲甚至是迫害人权的部分，其实伊拢无讲。吼，当然伊嘛无讲蒋经国伊咧台湾做啥物代志，伊其实甲上简单的讲一项代志，就讲伊讲伊反共嘛。对。吼，所以就讲咱这个趣味，就讲蒋经国咧台湾，伊特别在咧我讲的任务设定，伊挑工家己讲做是哦，我做我人民的吼，定下来世界偌趖吼，啊，甲人握手吼，咧田的内底安尼看吼，啊，创造这个形象。毋过总统咧伊的致辞当中就是无讲嘛，伊主要是讲
重点是伊是一个反共的总统。不过，咱若话来看，就讲看退辅会讲的这六大贡献，当然我的看法是，其实咱以即摆眼光来看，其实咧无讲袂使讲是一个足大的贡献啦。伊其实一个重点是，这是毋是伊应该爱做的代志嘛？若是这是伊应该爱做，咱会使讲是同讲是，互甲这个分家规讲啊，这是偌大的贡献。敢有法度一条一条甲反驳咧？比如讲你反共，那当然以国民党的立场，伊就是互共产党拍败，毋知就倒来台湾，对无？所以伊当然反共啊，对。伊敢会使讲，即摆问题是台湾受到中国的压迫，毋过台湾内底一寡过去甲蒋经国、蒋介石当作是领袖的人，即摆甲中共咧啊偷来暗去，这当然用批评嘛。所以即摆用反共这个代志是要提醒伊讲。过去将台湾甲中国作为一个甚至讲互相一个敌对一个状态，中间蒋经国的立场是徛足暗的哦。是。第二是讲经济的部分，台湾咧当然啦，像我的老师四法院老师，当然对10大建设伊就有意见啦吼。不过问题是，这10大建设这经济的建设对台湾来讲，美国扮演的角色。以及台湾家己处理的态度，这嘛是要注意的。所以，像咧，譬如讲你讲本土化啦，还是讲甲人才挖出来，替台湾做代志，这毋拢应该的吗？倒一个政府袂做这个代志。所以我感觉这个问题是讲，伊甲蒋经国本来就应该爱做的代志，变成是哪像是做的，所以做伟大，咱爱甲爱甲破，咱爱甲拍。我感觉这是毋对的，尤其是最后两个问题较严肃，就是讲。开明统治甲革新，就讲咱在度讲嘛，蒋经国是国民党政府咧台湾实施戒严统治甲特务统治一个重要的任务，所以这个任务是其实伊是创造台湾为虾米咧这个戒严时期遮尔长，尤其是变成一个特务国家一个上重的原乡嘛。是，所以咱即摆讲，先一开始甲你拍，即摆讲甲你笑，你讲对，伊甲我笑最好诶，这哪会对？咱无看的是讲。伊安怎透过制度的方面，咧台湾的控制，无孔不入，每一个方面拢有国民党的特务的这个角色的存在，这才是问题啊。所以咱讲，咱咧这个判决书内底看无蒋经国的角色，不过咱无看的是讲蒋经国本身就是这个制度啊，伊是这个制度创造出来、创造这个制度的人嘛。所以我哋认为讲，咱虽然我哋看是讲，虽然人是复杂的，不过。咱咧对人的复杂部分，咱袂使讲因为每一个人拢是复杂的，所以每一个人拢对。事实上，你放咧历史的内底来做比较的时候，咱当然知影讲，蒋经国对台湾是有伊的存在的价值。不过咱袂使甲无限的讲所以是假神，还是讲来对台湾有绝对的贡献。比较起来，伊民主、咧经济，甚至咧人权，我认为讲，这蒋经国拢无应该变成台湾的一个模范。蒋经国做济代志，蔡英文总统掠伊反共来讲吼。不过有人讲，伊安尼做拄好是甲坐伫台骹遐，即马无伫反共的中国国民党下遮的头人甲围堵，敢有即款效果的主任？安尼讲好啊！你民进党即仔咧，自18年开始就开始画咱的。抗中保台，包括咱即仔伊所讲的反共保台安尼。不过像拄仔我一开始讲的，蒋经国伊的反共，甲咱即仔咧讲的反共，敢是同一件代志？伊的目的敢是共款的？其实迄会随迄时空的无共款吼，其实是意义是无共的。为虾米要安尼讲呢？当时咱蔡总统伫迄个台顶讲，伊咧讲蒋经国伊反共的时阵，伊也想着讲，咱即几年为着台湾的民主化，你即个转型过去为威权到咱的民主，转型的正义当中，咱爱去检讨过去的一寡错误的代志，爱将。做遐错误的代志的人，伊的责任是啥？咱爱讲互清楚。是。问题后壁这段责任讲互清楚这段，到即仔是拢还袂做彻底的一个部分。是。所以你也要讲反共，咱即仔
伫台湾民主的台湾，咱要反的中共、中国是一间间啊，甲想要拍台湾，想要将为各个管道渗透入来台湾的即个政权。是。啊，毋过咱像时代力量正一直咧追的一寡案件吼，比如讲咱高雄港64、65、66码头，中共的国务院伊的手直接就侵入喺你的高雄港内底啊！啊，你蔡总统，咱的行政院敢有要处理？到现在也是无处理。啊，咱的台中港，吼，咱的亲中的势力，严家，严清标家族的势力，105号码头的代志，为什么因会摕到这个码头？咱美国的好朋友的智库啊，甲咱台湾讲，啊，恁这码头要顾好哦，啊无中共因是会透过这码头会送军队，因会用登陆的呢。是。啊，毋过咱无看到咱的政府真正咧重视，啊，都有咱的这物流业吼，咱的新竹科学园区的这个科学城物流，啊，都有伫台湾真正其实是算龙头的嘉里大荣物流，拢是亲中势力咧把持。啊，伊把持了，伊代表的是啥？咱台湾这人民的个资，足侪拢知影，啊，都虾皮。所以你若要反共，你才先处理这嘛。啊，伊蒋经国伊的反共是咧保伊的政权。啊，伊伫台湾，伊当然伊后来伊无法度转去啊。伊台湾伊一定爱落去发展。是。就像咱拄仔咱那个男执行长讲的，伊爱落去发展嘛，这是伊该做的代志啊。嘿。是。教授。啊，在你看，敢有迄款效果，就是甲无咧反共的政党甲围堵，这款效果会有无？讲实在话啦吼，这个小英总统吼，伊讲迄句话反共保台，有淡薄逻辑上的矛盾啊。你若要讲反共保台啊，蒋介石毋是上反共保台，蒋介石上反共的，啊，蒋介石嘛是要保台，伊若无台湾，伊就跳太平洋啊。所以你要讲反共保台，这个价值。蒋经国会当用，啊，咱敢讲因老爸袂当用，所以这内底事实上是有逻辑上的矛盾啦。是。啊，毋过我当然会当了解小英伊的策略啦。是。咱若是讲，甲这个问题吼，甲顶礼拜六发生的这个问题，咱甲降价甲迄个政治的这个战处，咱就莫讲历史啊啦，咱就直接讲政治啦。是。简单啦，你看小英去遐。合所有的人吼，为马英九、朱立伦，全部拢无会通讲，媒体无人你报讲马英九讲啥，朱立伦讲啥，是郝龙斌讲啥，全部拢报蔡英文。这伫策略上都是一个做，咩啊讲啊？争取话语权呐！咱台湾咱即马流行的话吼，话语权。蔡英文敢若讲一段话尔，就甲所有人的迄个镁光灯拢抢过来啊！所以你若为这个，当然安尼来分析是较战术较低嘛，这就是政治嘛，政治的手段尔嘛。啊，若为这个手段好来分析，因为今年搁要选举啊，过2年，莫讲今年啊，明年我是选举年啦，明年是要大家要拼总统啊嘛，啊，今年是要拼县市长嘛。啊，你若为选举的角度来讲，小英当然是有伊的策略嘛。啊，小英话讲实在话啦，小英话适合来演这个角色啦。你想看觅这个角色，若是叫罗清德来演，敢演得去？啊，你叫苏清昌、苏院长绝对袂甲你配合演出啦。所以事实上就为这个某一个战处来讲，小英来演这个角色，换得拄啊好啦。伊的人设较适合，较适合。无毋对，因为小英咱知影讲伫目前台湾的政坛，小英的伊的人设就是伊较愿意甲大家妥协啦，伊愿意保持现状啦，伊较袂甲人安尼对抗啦。是，这事实上我是小英的优点，伊的优点啦。啊，当然这我造成即马足侪人咧批评伊嘛。是，所以这个都这事实上，咱若是为这个战术来分析这个问题，咱必须我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要了解啊，分析问题。事实上，做者无共的战处嘛。对。啊，我拄啊是因为我的专长是历史研究嘛，学术研究。
所以我有讲较济蒋经国过去做的即个狗屁倒灶的代志嘛。啊，毋过咱若是为即件代志吼，就是即个七海园区即件代志，咱若是为单纯的即个政治的战术来分析。小英这招确实是讲实在话，确实足厉害啊！伊真正和国民党，真正是要就像即马做者政论节目讲的嘛。小英，你即马你抢国民党的新主牌啊？是。哦，你若为这个战术分析，小英确实是足厉害的人物啦。哦，若讲到抢新主牌吼，抢有够手，不过嘛是毋是讲无欠点呢。清华大学的教授姚仁都就讲，蔡英文总统安尼讲吼，互人民陷入道德甲价值的错乱，也就是讲，你纪念蒋经国的这个理路吼，都是涨价迫害台湾人民的理路。不过，苏贞昌议长讲，蔡英文总统是用总统的官度去参加这个活动，转型正义，也是讲这个追究较早的代志遮的工作嘛是有缘共款会去做吼。执行长。这款的欠点，甲苏院长的讲法，咱安怎来看？我认为讲这意见无共是现在的状况啦。吼，不过咱当然作为一个台湾人、台湾立场，咱继续讲，咱认为讲蒋经国甲蒋介石对台湾的伤害是啥？甚至讲，咱大多嘛一直咧强调，我相信讲大家袂去误会。我意思是讲，咱其实去强调伊咧反共的这个部分，其实是甲伊会使讲是唯一咧台湾做的较重要的一个。影响就讲，互台湾甲中国拆开的这样代志，反共，咱去强调。是，咱无去讲蒋经国，还是讲蒋介石咧台湾做啥物好的代志，还是讲有啥物好的建设，其实这个部分拢较复杂，迄需要搁较侪讨论。不过，是至少咧即卖的这个时间点，咱会去寻求一个讲，面对即卖中国帝国主义继续来欺负台湾，吼，甚至讲对台湾有一个直接威胁，咱才去思考讲。台湾社会要用一个共识、要团结的一个理由是啥？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政治语言呢，政治的语言，伊毋是学术语言，毋是历史的语言，伊其实是一个有目的性的，甚至是一个工具性的。就讲台湾社会会使咧这个反共的一个前提，毋过反共是过去，其实咱即马面对的是中国帝国主义对台湾社会甲世界一个侵害。咱有去看到这个问题无？我是认为讲。总统背后这个语言，咱来看的是，伊面对即马台湾的状况，伊烦恼，还是讲咱爱安怎来面对这个困境，还是咱即马爱去思考的代志。啊，甲蒋经国无啥物关系？其实我是感觉无啥关系啦。我认为是面对即马的中国帝国主义，这才是问题。是，主任你安怎看？咱要讲吼，一个政治人物，伊的基本价值吼。是应该是爱袂变的，即个政治人物吼，才是咱人民会信任的。因为伊袂因为讲伊今仔日伫啥物位置，吼，还是要为着要啥物政治的顶悬的利益，吼来去改变伊的基本的价值。是。所以当讲蔡总统参加迄个活动，然后讲出遐个话的时阵，虽然咱后壁因看到足侪咱民进党的。不管是一寡政治人物啦，还是网络顶悬咱讲的侧翼，开始讲这是咧摕要将国民党的新主牌啊抢过来，吼，都有即个声音出来啊。啊，问题是咱倒转来讲，其实我真支持咱姚仁多教授所讲的，你基本的价值伫遐。你无应该改变，无应该讲为着你要做一寡政治上的操作，来去改变你的基本的价值。因为你一改变了，过去咱即几冬咱拍拼努力的这个转型正义的工课，咱甲人民讲，过去一寡历史，是咱的政府咧甲你洗脑的，事实上的情形是啥物？是，咱一个一个捧出来互你看嘛。所以，咱的促转会上大的伊的任务就是这样。倒转来，当你蔡总统伫迄个场合讲遐话的时阵，你其实是咧促转会将咱即几冬的拍拼的努力的代志，拢献一个喙皮啊。
哦，对。其实对阮来讲是一个最严重的代志，最严肃的代志。是。因为你改变你的基本的价值啊嘛。主任所讲的，拄好就是法国巴黎第5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林秀幸博士所讲的吼，就是讲咱促转会已经开足侪档的时间，在气度威权时代的种种上顶吼。啊，蔡英文总统安尼讲了后，因的工课敢会使继续做落去？不过教授，若是蔡英文总统安尼回答讲，我干那讲伊反共，我无讲伊别项好啊。哦，安尼敢讲会过？毋过吼，搁安怎讲吼？小英总统伊去参加这个活动，已经表示的态度。是。伊伫迄个剪彩的过程中，伊也无去批评到蒋经国嘛吼。伊嘛是讲蒋经国咩讲啊？你已经去剪彩啊，表示讲你换啦。某一个战处，你话是学了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嘛？去都是认为大的纪念。你已经表示你的态度啊啦。这种方式吼，讲实在话，我做研究的啦，吼，就是讲咱拄其实分析我足久啊，这内底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所以咱尤其是这个，不管是姚伦多老师，还是林秀信博士。因你讲的，我想我拢无唔对啦。哦，就是讲这件代志事实上会这个推动转型正义遮侪年的咱遮的人吼，感觉讲错乱嘛。哦。所以这件我感觉讲小英这件代志做咧吼，做这件代志有好有歹，就是讲看即马咩讲啊？我是像伊讲的啦，留下这个全台湾人吼，全民来决定啦，来检讨啦。是，咱阁看到赵少康讲吼。伊顺蔡英文总统的话讲哦，伊讲若无蒋经国无掠民进党成立的时阵，太有今仔日的民进党执行长，安尼讲敢对？我感觉就是赵少康先生就是咧讲笑亏嘛，系啊，就讲伊讲的基本上对伊来讲，就伊对转型正义啊，讲对出转会的态度，其实咱咧看一个人是自头到尾对这个议题有重视无？是。若是以我的看法，我是认为讲。台湾的规个转型正义的问题，其实毋是今日这个演讲是大问题。我感觉是5年空了，这个促转会未来结束了，由什么单位继续来做台湾的转型正义？我感觉这才是问题。是。所以我是认为讲，未来嘛是要面对一个较重要的部分，是讲台湾的转型正义行到即马开遮侪档的时间，未来台湾的社会咧5年空，促转会结束了后。台湾的转型正义要继续安怎行？我是认为讲，这才是咱共同应该爱来思考甲烦恼的代志。其实这个演讲可能后礼拜就无人去注意啊。不过台湾这个转型正义的制度，未来要安怎捧？我感觉这才是重点。是老主任。不过这牵涉到一个吼，你后壁要怎么继续捧这个转型正义的制度吼？总统的态度就上重要的啊。是。所以为什么真啊全部咱的一寡咱这像咱姚人多、林秀信咱这是个社会学咱这学者会跳出来反应遐尼大？因为对因来讲，这违背因所原本所熟悉的蔡总统伫转型正义这个咱要讲事业好啊，吼，因为咱一个事业咱咧做嘛。伊个基本的价值是，吼，因为当你徛去你出海纪念馆迄个会场讲遐话的时阵，对因来讲这是一个无法度接受的代志啦。对于阮来讲嘛是共款。是。我会当插一句话无？教授，我用这个苏贞昌苏院长的话来回这个教授康啦吼，赵当署长啦吼。苏院长是安尼讲的啦，民主吼，台湾的民主是人民用伊的青春、用伊的血汗争取来啦，毋是独裁者的温厝啦。哦你袂当因为蒋经国伊晚年的这个滋味善目，倒来袂记你伊当年嘛是满手拢是血啦，拢是人民的血啦。所以，就当署长讲，无蒋经国到今仔的民进党啊。敢讲台湾的民主是蒋经国恩赐的，讲较歹的，食较歹的对啊。所以这袂当，这两件代志袂当安尼凊彩安尼牵拖做伙啦。若是迄阵
蒋经国有要掠人？无是，即摆目前吼，即摆这资料看起来吼，是这件代志，就是讲，民进党伫1986年9月28号组党吼，伫圆山饭店组党，这个消息传到这个七海，啊，就是传到这个园区啊，迄蒋经国迄阵住遐嘛，蒋经国迄个下晡就召开一个会议，一个秘密会议啦。是啊，包括郝柏村迄阵的国民党的这个秘书长叫李焕，哦，要做这个司法院一寡，包括咧，简单讲，有法度掠人，拢来参加。有在调掠人。内底吼，会上有人讲啊，一定爱甲掠开，全部拢判死刑。蒋经国讲时代咧变，潮流咧变，哦，咱袂当用旧的办法做代志。伊家己知影就对。蒋经国。我无反对这句话啦，蒋经国无当时马上甲民进党。